各位武林界嘅前輩、同道友好，大家好！好多謝大家再次百忙之中抽空到嚟彭強體育會啟義堂花炮會媽祖殿龍獅團恭祝月治年天后娘娘寶誕嘅聯歡晚宴。大家好，我係黃偉龍，多謝大家。首先，謹代表彭強師傅、彭強體育會再次歡迎大家，多謝晒。喺晚宴開始之前，首先鳴謝幾位人士嘅，首先係元朗木棉時裝校服制服阿謝寶如女士、阿黃太贊助本會嘅出師嘅制服，俾啲掌聲阿黃太。亦都再次多謝新田鄉民事龍獅總會阿文元坤師傅送贈本會師鼓一個嘅，多謝阿文師傅，多謝阿坤。亦都多謝阿子俊哥贊助本會嘅香油2萬元正嘅，俾啲掌聲阿子俊哥。好，我哋嘅晚宴正式開始。首先係上香嘅儀式，有請元朗18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議員為本會上香，唔該阿石哥，俾啲掌聲阿石哥。唔該晒石哥，經過石哥為本會上香，祈求本會會務興隆，各個學員呢就身體健康。亦都再次多謝大家，希望大家今晚食過呢餐個個都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啊！多謝。唔該晒石哥，俾啲掌聲啊石哥！多謝晒啊石哥啊！石哥請坐，請坐。接住落嚟呢係醒獅開光嘅儀式，有請本會永遠會務總監督彭強師傅為醒獅過火，唔該彭師傅，俾啲掌聲啊彭師傅。唔該晒啊彭強師傅，俾啲掌聲啊彭師傅。入頭。跟住落嚟呢係醒獅簪花嘅儀式，有請紅權潤福堂李潤福師傅、洪聖蔡李佛胡子恒師傅、胡法公皇太紀念會胡俊雄師傅，有請3位師傅為醒獅簪花。揸住個金花影張相先，影張相先，影張相先，企埋少影張相先，係，唔該晒3位師傅啊！好啊，呢度1嘅，真係1嘅，好唔該，好，多謝晒，唔該晒，唔該晒，有請3位師傅。
請坐，胡師傅，請坐，請坐，請坐。請坐，請坐，胡子仁師傅，請坐，李福師傅，請坐，請坐。好，俾掌聲3位師傅，唔該晒3位師傅。接住落嚟咧係掛紅嘅儀式，有請元朗18鄉黃泥墩村村代表何桂華先生，跟住有請元朗木棉時裝制服謝寶如女士，亦都有請本會永遠主席李鳳嬋女士，有請3位為醒獅掛紅，俾掌聲3位。俾掌聲阿九爺啊！呢度啊，九爺，呢度九爺。係你元朗嚟㗎嘛？我知啊。係啊，聽10萬都得。影張相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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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埋少少，影張相先。呢度1、2，再嚟1、2，嚟多出嚟1、2。好，唔該。唔該晒3位，為醒獅掛紅。請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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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唔該晒黃太，請坐，請坐。好，跟住落嚟咧係點睛嘅儀式，我哋再次有請元朗18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議員，亦都有請林天福議員，再有請海聯環保陳義定先生、屯門新鄉村村代表許卓豪先生，亦都有請智勇堂阿葵哥，亦都有請財哥、彩源哥，有請咁多位嘉賓為醒獅點睛，俾啲掌聲咁多位嘉賓。葵哥、財哥、彩源哥，有請有請，卓哥，行緊出嚟，行緊出嚟。阿葵哥邊葵哥？咪呢度呢度，着過啦。揸支金筆影張相先，影張相先，影張相，影張相先，係影張相先。好，預備1、2，再嚟1、2。好，預備。好，準備。係點啊？朱砂開筆，大利大吉，一點睛。2.0，鐵膽鬼神經。4點正中，日月明。5點鑼鼓響。天下太平。多謝晒咁多位嘉賓。多謝晒，多謝晒。咁多位嘉賓請坐，請坐，請坐。阿福哥請坐，請坐。請坐，請坐。帶佢嚟，大哥，大哥。
個鏡頭要酸過去先得喎，啱場。我哋有請清新齊敬堂花炮會阿張偉文先生，亦都有請屯門鎮一堂花炮會黎國華先生為本會獻青，有請兩位，阿華哥、細佬哥，有請兩位。華哥。影張相先啊！影張相先啊！影張相先，影張相先。有請兩位，一人一邊。兩位主席請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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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好，起。
謝晒啊彭強師傅嘅一班嘅高足為大家表演啊！好，跟住落嚟咧係一個簡單而隆重。